回答字母。论做工课。查某囡仔的确着会晓夹针，不论是赤画还是补天、做衫、绣花，逐号的工拢有伊的路用。感仔内就有夹刀、线、针、尺，这个面拢变。俗语讲，大人使长线。论竹。竹是不只有路用，人爱用竹来做椅、拿、让、床、纸，桶也是用竹来箍。竹有侪号，有麻竹、绿竹、石竹，也有刺竹。